廣東道作為香港九龍半島嘅商業大動脈，貫穿尖沙咀、油麻地、旺角至大角咀一帶，呢條極具標誌性嘅街道，展現出南北截然不同，卻又各自充滿潛力嘅多元生態。廣東道鄰近高鐵香港西九龍站、柯士甸站同埋中港碼頭，自高鐵通車以嚟，佢嘅交通樞紐地位大幅提升，成功吸引大量內地旅客同埋高端商務客。龐大嘅人流直接帶動咗南段嘅商業活力，令該地段成為內地企業駐港、保險理財、財富管理中心以及跨境醫療與體檢中心嘅兵家必爭之地，為區內嘅寫字樓提供咗強勁而且穩定嘅需求。廣東道作為全球租金最昂貴嘅零售街道之一，令人最印象深刻莫過於街道上林立嘅國際奢侈品牌同埋珠寶鐘錶店。近年隨住旅客模式逐漸轉向深度遊同埋體驗式消費，廣東道嘅商鋪租戶組合亦迎來健康嘅結構性微調，餐飲、美妝同埋大型運動品牌嘅比例顯著增加，為街道注入咗更多元化嘅活力。此外，隨住西九龍文化區全面啟用，廣東道作為連接尖沙咀傳統旅遊區同埋西九龍文化區嘅必經之路，佢嘅一線零售地段嘅商業價值得到進一步嘅鞏固。至於廣東道北段旺角油麻地段，呢度傳統上係玉器市場同埋五金鋪嘅集中地，充滿本土氣息。近年隨住市區重建局嘅油旺地區規劃研究逐步推進，加上私人發展商積極展開收購，區內部分舊樓同埋舊式商鋪已經開始進行翻新同埋重建，呢股舊區更新嘅動力，正為廣東道中北段帶嚟物業價值重估嘅龐大契機。廣東道南北地段截然不同嘅商業生態，為投資者提供多元化機會，立即聯繫美聯工商鋪，把握廣東道嘅無限商機啦！